公子，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公子站住！别跑！怎么办？再跑打死你们！站住！小心点，公子！别跑！还要跑！小心点，公子！再跑打死你们！别跑！慢点跑！别跑！弟弟，快跑！打死你们！弟，快跑！别跑！慢点！公子，慢点呀，公子！看！弟，快点！你们快给我站住！给我站住！一强凌弱，非君子！滚开！叫你跑，叫你跑，我上来！你是谁？竟敢对我无礼！我是谁？我是你哥哥，你欺负弟弟，我替父王管教管教你。公子没事吧？滚开！你敢打我？你可知道我是谁？你欺负弟弟，就仗着身材比他们高，力气比他们大，遇到身材比你高、力气比你大的人，你只会说：“你可知道我是谁？”你是谁呀？我是。你给我等着，总有一天我会亲手把你打趴下，叫你跪着向我求饶。好，这句话倒像个好汉。那我就等你长大，练好本事，来找我打架。公子，姐，滚开！给我滚开！都给我滚开！公子，快跟上啊！公子。夫人知道公子要回来，早早就熬好了桃花粥，等着公子了。春吃鲜花，夏吃果，秋食野菌，冬喝汤。你在军中辛苦了，春天喝点桃花粥是最活血养颜的。母亲为孩儿太操心了。华儿，母亲听说刚才你在园子里打了公子当。哦，他以大欺小，应给他点教训。何必管那闲事儿？得罪了王后啊！既然已经得罪了，就得罪了吧。反正芈月眼下才是大王面前的红人。母亲，华儿只是看着不公才出手的，并非想讨好任何人。华儿向来最懂事儿了。快，趁热喝了吧。哟，妹妹。魏夫人，公子华，妹妹也逛园子呢。哎呦，真是凑巧了。昨日华儿还跟我提起你们公子季，说小小年纪正气凛然，令人刮目呢。魏夫人过奖了。公子华打抱不平，仗义直言，本该受芈月一拜。八字严重，说不上什么仗义直言，只是看不惯仗势欺人，以大欺小罢了。华儿自小就这样，所以在兄弟当中威望最高。继儿当以公子华为楷模。妹妹可算来了，我特地派人叫妹妹过来。姐姐，快过来。你看，这是太医院特制的桃花丸，我用了一阵子，还真不错。妹妹拿回去试试。谢谢姐姐，什么事情都想着我。你我连理同支，与他人自然不同。大儿和继儿手足亲情，更是其他兄弟不能比的。姐姐说的是。我听说前2日，大儿在园子里欺负了继儿，这哪像个做哥哥的样子？为此事，我已经责骂过他了。小孩子家不知轻重，等大儿长大了，懂事了就好了。
我是怕妹妹因为此事与姐姐生分了，更怕继儿受人挑唆，与当儿从此疏离。不会，牙齿有时还免不了会咬到舌头呢。我就知道妹妹识得大体，顾得大局，他人再用手段也是枉费心机。对了，我打算把宫里的园子好好修整一番。好妹妹，你帮我筹划筹划，哪日我们一块儿把大王请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大王整日忙于政务，臣妾想把这园子整治一下。平日里姐妹们可以寄情于山水，大王闲暇时也可以来这园子里散散心。难怪你今日一定要寡人来花园，原来你们都商量好了。是王后的提议，我只是帮着王后把大王请到花园里来。那王后打算如何做呢？臣妾已和众姐妹们商量过了，群策驱群力，倒真是有了些好主意。说来听听。臣妾想在那一边再开一个大一点的池塘，这个园子里有山有树有花，唯独缺的就是活水。山的那一边有一个湖，不妨开一个暗渠，把这活水引到大的池塘里，活水徘徊过大池塘，再返回湖泊。其实啊，这也是魏良人的心思。大王，前代贤君历来以山水之道治国，坎为水，艮为山，兑为泽，而这3个卦爻又都意味着卦德，有水滋润，万物则盛。大王的园子虽好，但缺水总是一件憾事。润万物者，莫润乎水；中万物使万物者，莫胜乎艮。臣妾只是想让大王的园子锦上添花。说得好，水见存，习坎。君子以常德行，习教事。安排人手，马上去做吧。是。大王，臣妾想把那大池塘就开在山那边的山丘下。好，过去看看。公子，大王和王后他们过来了，赶快准备吧。嗨，你们都听我的率领，各回自家的阵营。咦，我的那个小木球呢？快给我找木球去！木球，公子，木球在这儿呢。公子，木球。你们吃黑棋的为一方，你们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大声点儿！明白。当儿他们这是在做什么？吃红棋的为一方。这些日子，当儿在甘大夫和处理子的调教下，悉心学习军务，日日在这儿和这些小内侍们演练兵法。华儿和焕儿，他们在疆场杀敌，当儿他们在后花园练兵。好，我们大秦后继有人。恭喜大王！童儿，你和当儿年龄相仿，为何不跟当儿一起玩耍？当弟弟力大膀粗，娘亲说如果跟他玩，启禀大王，童儿自小体弱多病，臣妾是担心他出事会伤着筋骨。男儿应该多经风雨，多见世面，凡常是爱子心切，寡人理会。但是过于呵护，总是不妥。是，都是臣妾的错，臣妾记下了。择日不如撞日，今日众人恰好都在，王后不如让当儿带人演练一下，好让寡人同爱妃们高兴高兴。臣妾遵命。
珍珠，是。公子，大王和王后要你开始演练。你们转过来！当儿，这是什么兵法？为了公平，当儿他们以木球来定夺开局方。木球由当儿从坡上扔下，滚到哪一方，哪一方就为攻方，而另一方为守方。这种玩法倒是有趣。这木球没有滚下山坡，这算什么？什么都不算吧？这个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那就重来一次吗？你胳膊最长的，给我把球掏出来！是。大王，公子够不到啊！废物！说点事儿你都做不到，给我滚开！哎，你过来！当儿身上戾气太重。你们都给我过来！迎接把它挖出来，快点！王后，要不让人再找个木球来，重新开始？小孩子的把戏嘛。你见过一场大战，兵马出阵，又退回来再重新开始吗？你们这帮蠢货，连个碰球都掏不出来，笨蛋，废物！废物！好，一群废物！笨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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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魏夫人，你为何忍俊不止？王后刚才不是说要在这山坡下面挖一个池塘吗？臣妾以为不用费这个事儿了。公子当在那儿多挖些时日，池塘不就挖妥了吗？笨蛋！笨蛋！一群废物！杀了你们！让一让，笨蛋！废物！让一让。让一让，干哥哥，干哥哥，我来帮你。走开！我不需要你帮。当儿，既然继儿有了主意，你暂且让开。蛋哥哥，木球。我不要！我不要！继儿，到父王这里来。继儿告诉父王，你这个用水取球的主意是谁教给你的？是继儿自己想的。继儿这小小年纪，要是没有人教他，他哪里想得出来这么好的主意啊？夫子言：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。继儿想，木球比舟船轻得多，水可载舟船，定可载木球。触类旁通，举一反三，继儿聪慧，是寡人的好孩儿。芈月，你这个当娘亲的，教孩儿教得很好。当儿真是太不争气了。王后也怪不得公子，当时那么多人在那儿，谁又想出主意来了？难道那个嬴稷真的天赋异能，引物绝人？王后，先喝口茶吧。今日之事，王后不必过于烦恼。那个嬴稷才6岁，只能算是他运气好，让他给碰上罢了。先不说那木球，当儿当众随意打人，已让大王很不欢喜。平日咱们公子性子好着呢，那也是一时气急。
早知如此，又是何苦？与甘大夫筹划多日，全为他人做嫁衣裳。昨日继儿告诉我，他师傅教过他玉鞭歌了。教继儿玉鞭歌，你就想起鞭子了？给我吧，都这么多年了，你已经用不着它了。还是我自己收着吧。葵婆婆，葵婆婆，继儿肚子饿了，有糕吃吗？有，婆婆刚刚做了桂花芡实糕，婆婆去给你拿。娘亲，去哪儿淘气了？看你一头的汗。慢慢喝，不着急。我跟师傅去骑马了。父王曾说，我若学会骑马，以后就让我跟他一起去打猎。学得怎么样？师傅都夸奖我了呢。真的？好继儿，才6岁就学会骑马了，比娘亲能干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鞭子，比我骑马的鞭子要长许多。这是兵器，顶得上一把刀，一张弓，一支歌。继儿会唱玉鞭歌，娘亲会吗？白马金佩银鞍玉鞭，是娘亲的师傅教娘亲的吗？不是，是另外一个人教娘亲的。我听葵婆婆讲，娘亲用鞭子是天下第一，无人能比，连父王都要让你3分。葵婆婆言过其实了。娘亲教继儿用鞭子好不好？好啊，你看，鞭是一条绳，全靠缠得轻。使鞭时要收回如虫，放出如龙。甘大夫让你写一篇策论，有关蜀中治理的。这10几日过去了，你一字未写，整日与宫中那些有气力的内侍们比举石锁、耍刀枪，你是要气死你母后吗？上次甘大夫让孩儿谈霸业、论兵法，孩儿的功课都得到了甘大夫的夸赞。可那蜀中治理跟我有何干系？这篇策论还是让侧室们去写吧。眼下蜀中治理是你父王心中的一件大事，你要想让你父王看重你，就该有些见地。替父王出谋划策的事儿都让我做了，那些朝廷的谋士将相还做什么？你这话要让你父王听见了，你母后，孩儿累了，要回去睡一会儿。王后不必太心急，公子年纪还小，这些道理要让他慢慢的明白。大王迟迟不立太子，当儿又如此不听话。本来大王好意，让当儿跟着甘大夫与处女子学习军务和政务，结果当儿只知道耍刀弄枪，一点书都读不进去。可毕竟公子是大王的嫡子，处女子也说过，大王是有意将咱们公子当立为储君的。嫡子又如何？秦国历代也不都是嫡子继位，何况大王的念头时时会变，万一有人蛊惑大王，王后又头痛了，我去请太医。去把那女医治找来，或许她能有法子。是。八子，妹妹来了。王后，听说王后有疾，妹妹特来看望。也就是个老毛病，还劳烦妹妹来探望。去，把我屋里那盒子拿来。是。妹妹，过来。姐姐。
这是当年王兄给我的一块独山玉，妹妹帮姐姐看看，这玉成色如何？独山玉素来以色泽多彩而闻名，三朝以来都是王室所爱。姐姐这块玉璧，晶莹剔透，色作芙蓉，实是不可多见。既然妹妹也说成色不错，那姐姐就将这玉转赠给你。姐姐这块玉太好了，给妹妹就糟蹋了。姐姐知道，妹妹这些年跟在大王身边，见过的宝贝不计其数，但这玉也是姐姐的一片心意。人养玉3年，玉养人一生，还望妹妹不要嫌弃。那妹妹就收下了。姐姐，姐姐咳嗽得如此厉害，我听说姐姐头痛。头痛是天底下最治不好的病，若寻不到起因，就很难除根。妹妹猜疑，姐姐的头痛或许与那咳嗽有关。这是一小坛子牙蜜，产于五都山谷的峻峭悬崖上，人人都言它可治疗风湿关节痛，却不知它对咳嗽有奇效。姐姐不妨试试。难得妹妹如此体贴，姐姐领情了。还有一事，姐姐一直牵挂于心。芈月妹妹尽心尽力服侍大王这些年，可却一直在八子的位分上，真是太委屈你了。姐姐原本打算等景氏生产后，让你与景氏一起提位分，谁知那景氏的孩子却没保住，只好搁置了。姐姐一直也犹疑，大王有10几个公子公主，还有嫔妃若干，个个都不是好相与的。姐姐不用说了，妹妹不在意位分之事。既然让姐姐为难，那我们何必又要去自寻烦恼？只是妹妹，姐姐不必再提此事，妹妹领情了。八国和察国这几日派使者来到咸阳，说蜀国和楚国勾结，欲灭察国，再灭巴蜀，要我大秦派兵救援。可巧，这个张子却上奏章，希望出兵攻打韩国。公孙衍因为兵败函谷关，被魏王驱赶出魏国。他去到韩国，却得到韩王的重用。张子前仇未报，所以才提出攻打韩国的吧？你说，寡人应该往何处用兵啊？大王不该问我，妇人不敢整。那就说点你们妇人能说的事。听说王后要给你提位分，你竟然一口回绝。姐姐贤淑，病着还在为芈月着想。你真的一点都不在乎宫中的位分吗？大王想要我在乎吗？来，捶这里。是。用力一点啊！智姑姑的手最为灵验，只要智姑姑一来，我的头疼定能好许多。王后是用心太过，若能释掉心头重负，头疼该会不治而愈。一会儿奴婢给你开一种内服外敷的药，或许暂且可减缓王后的痛楚。什么声音？这般烦人！
万万不可招惹这疯子。为何？那是杀人疯，平日见了他躲还来不及，你竟然敢惹他！开窗请他出去便是了。是。姑姑这是在说笑吧？这么小小的一只疯子，如何杀人？奴婢怎敢在王后处打诳语？这种长在山谷里的杀人疯，原本是不多见的，宫里的人恐怕从来都没有听说过。但奴婢在楚国亲眼见过，被惹怒的杀人疯，无论人处，遇上便追杀。成群的杀人疯，眨眼可杀死一头大水牛。难道被他蛰了，就无药可救？奴婢有个堂兄，就是招惹了杀人疯，被蛰后医治无效，过世的。大王到。大王，臣妾失礼。你自己病成这样，还要多礼？太医和女医治为王后诊过脉了吗？诊过了，大王。看来他们不够用心，要不，王后怎么不见好呢？大王不必责怪他们，是臣妾自己的身子不争气。女医治对臣妾有几句话，臣妾思忖良久，觉得或说中症结。寡人愿闻其详。失掉心头重负，病症自然不治而愈。王后心头有何重负？当儿勇猛有余，智谋不够，且从小娇惯，是臣妾没有把他教导好，辜负了大王的殷切期望。当儿年纪还小，心性未定，王后不要过于急迫。大王越是恢宏大度，臣妾越是诚惶诚恐。臣妾有一念头，不知当说不当说。但说无妨。臣妾与芈月是亲姐妹，嬴荡与嬴稷是亲兄弟。嬴荡好武，嬴稷喜文。若是让他们两兄弟经常在一起切磋，必定相互帮衬，互帮互长。王后心思缜密，依寡人看，这主张甚好。一文一武，一文一武，正是铸造社稷重器之正道。寡人明日下旨，选荡儿和继儿的先生进宫，商讨如何共同授业之事。臣妾只是病榻之上偶尔一念，是否妥当，全凭大王拿主意。淑儿的主张没有不妥之处。王叔、甘大夫安好。安好。二位公子安好。公子荡、公子季安好。哎，公子季，嗯，你手里捧的是什么呀？众臣为公函还是公署之事相持不下，父王令众人各上书表叙述。这么说，大王是要二位公子拿着他们的书表叙述去学习？正是。二位公子慢走。王叔、甘大夫继而告辞。好，走好啊。王后是想立公子荡为大秦王储，可为何又提议让公子季一同拜师学道？楚离子是怕公子季天赋异禀，再有芈月助阵，把公子荡比了下去。哼，你我调教公子荡数年，让一个6、7岁的小儿比下去，总是丢人
楚离子不用多虑，这宫里人们要提起此事，就说公子季是公子当的小伴读。伴读？只有太子才有伴读。第一公子当太子之前也可以有伴读。哎，这是不是伴读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人们心中的继承事实。这计谋不像是王后的心术，倒像是出自甘大夫的手笔。楚离子过誉了。你这次陪司马将军送书表，能在咸阳待上几日？司马将军可以多住几日。我明日就要启程，返回京中。就这么点时间，你还来看我？小人想念姐姐嘛。还有，司马将军也特意嘱咐我，一定要来看望姐姐。司马错将军提议伐蜀，而张仪提议伐韩。你来见我，是希望我能在大王面前进言，帮司马错一把。什么事也瞒不过姐姐啊！你可知道，张仪也托我向大王进言，建议伐韩。那姐姐如何抉择？我谁也不帮，我只看大王自己的意思。你就没有别的事情要跟我说？咱们的小狼弟弟白起怎么样？他呀，他就是个半疯子，打起仗来不要命，而且他打仗的风格特别奇诡，从百夫长升到大都统，再到偏将，只要他出兵，仗仗皆胜。就连司马将军都说，带兵20多年，还头一次见到像他这么有天赋的将士。你有没有把孙武13篇交给他？交了，当然交了。不过我觉得他好用骑兵，不落窠臼，兵法在他手里多有新意，总有一些出其不意的效果。他是个有出息的孩子，好好待他，不要过分拘着他。家人知道。见过夫人。哎，这些都是蜂巢吗？是夫人。哦，宫里曾经也有人养蜂，但这样的蜂巢还真不多见。这些蜂巢都是宝贝，是大王命人千辛万苦从蜀地移来的。再好的疯子，也还是疯子嘛，为何就成了宝物啊？奴才听说王后久咳，引起了头痛病，后来吃了五都山的一小瓮牙蜜，病情立刻就好了许多。王后自此心里就总念着那牙蜜。大王得知，专门派人去了蜀地，费了不少功夫，才将这蜂巢移回到宫里。好了，你去忙吧。是。还记得吗？那五都山的牙蜜，还是你托人带给我的。如今有了这些蜂巢，王后想要那牙蜜，就唾手可得了。大王对王后还真是体贴啊。我若是告诉你，这些蜂巢是我请求大王派人去蜀地弄来的，你可相信？姐姐为何要为王后煞费苦心啊？这2年，看着继儿渐渐长大，我总会想起在楚国的那些日子，想起楚国的人和事。那时候我跟他……姐姐提起的那个人，是楚国的公主，不是秦国的王后。如今，王后已经与你有了隔膜吧？我可是听到了一些从她宫里传出来的难听话。宫里人背后传话，不可都信。何况眼下，王后对我和继儿真的很好。她还提议大王，让继儿和公子当一起拜师学道，还常常在大王面前进言，说继儿天赋过人。那是邀买人心，你就不能往好处想？这已经是最好了。你不知道，外面都在说继儿在给淫荡做伴读。伴读就伴读，
有什么不好的？我不喜欢。哎，好了，萧然千里迢迢赶回来，也不是为了招惹姐姐生气的。太阳都偏西了，我也该出宫了。走吧，姐姐送送你。朝中为伐韩还是攻蜀，已废议多日。今日寡人想听听诸位高见。众爱卿当各抒己见，畅所欲言。攻韩不易，伐蜀也不易，这事啊要从长计议才好。是啊。大王，臣以为秦国若要长治久安、称霸中原，必须伐韩。掌相察交好的，这驸马将军你却有何取之处？是啊，没有什么大的意见。他们若意见相左，这就难办了。当日公孙衍5国联兵，就是自是奉了周天子之诏。臣以为若要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，打下韩国，控制周天子当为首选。继续说。臣以为，我当与魏、楚、鲜为结盟，让魏王发兵三川，再让楚国兵临南郑，我秦军去攻打新城、宜阳，兵临洛邑城下，逼周天子献出九鼎和玉玺，秦国方能挟天子以令天下，天下莫敢不从，遂成就帝王之大业。大王，大王，张子的主张听起来头头是道，但实施起来难上加难。如今大王获取天下疆土，当先易而后难。巴蜀眼下有桀纣之乱，若以大秦之兵力去攻打，如豺狼，如群羊，取其地足以广阔国土，得其财足以富民养兵。我大秦借道八国，并吞巴蜀，而天下不以为报，历尽西域而不会引起诸侯反对，是以一举而名实两副，而又有尽暴政乱之名。臣不以为然。想那巴蜀乃西僻之小国，就算是秦国能借道八国攻蜀，别忘了八国入蜀之道艰难崎岖。我大秦为攻打巴蜀兴师动众，却与大秦的霸业无关。劳其众而不足以成名，得其地而不足以为利。臣闻争名者于朝，争利者于世，而今三川周氏乃天下之世朝，大王不争于死，反去争巴蜀，离王业远矣。大王，若我大秦攻韩挟天子，必遭诸侯同仇敌忾，迫使他们再度联手对付秦国。周氏可将九鼎赐予楚国，韩国也可忍痛割地于魏国。诸魏两国得利后，随时会与秦国分道扬镳。若他们再度联手齐赵之兵围攻秦国，我大秦必将陷入危险之地。司马将军危言耸听了吧？张国相私心祸国。我有何私心呢？眼下公孙衍就在韩国，张子与他不共戴天，只怕张子是想借伐韩讨伐公孙衍吧？你说我公报私仇？张子敢指天发誓，说伐韩与那公孙衍无关。好了，今日到此为止。你们二人各自再上奏章，详述意见。太史令，在。将他二人今日之言，再抄录一份，交与寡人。是。当儿和继儿，此刻是否还在成明殿读书？回大王，先生这2日让他们帮着司农处核对土地和户籍。
继儿，父王。你王兄呢？哎，公子，慢点，公子，公子，快点！拜见大王，拜见父王。你这是到哪里去了？蛋儿肚子不舒服，如厕去了。这是你的功课吗？这么一点小事都做得如此潦草，将来如何担当大任？儿臣该死！土地丈量、户籍登记，乃是国之命脉根本，你怎敢轻忽至此？你是寡人的儿子，不但要有无敌之勇力，更要有治国之本事。你看看继儿，他是你弟弟，年纪比你小，做事却用心竭力，一丝不苟。涂涂画画，打不得天下。先生每次让儿臣论兵法、论布阵，儿臣都是条理分明。论兵法振振有词，论政务笨嘴拙舌，习武验文，你顶多只能做一介武夫罢了，如何担当大任？孩儿以为天下都要先打下来，才能谈及治理。你以为天下是野牛闯阵打下来的？打天下是要靠心思，而不是蛮力。是，儿臣知错了，儿臣这就去把先生的功课完成。记住，这不是先生的功课，是你自己的功课。是。起来吧。谢父王。身为嫡公子，应该为其他兄弟的表率。寡人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恨不得一日当2日用，哪像你这样。好了，先生给你们的功课，以后再说吧。今日父王要给你们一个新的功课，是攻城略地的事情。是。朝廷重臣为伐韩还是攻蜀，已费议了多日。你们都看过张国相和司马将军的书表叙述，各自回去好好想想他们的长短利弊。3日后，与父王讲述你们的主张。是。王后，您不必太担心公子，公子年纪还小，贪玩也是正常的。等公子长大了，自然就好了。只是奴婢不明白，王后为何要抬举那芈月的孩儿，让他跟咱们公子在一起听先生传道授业？就算是要给公子找伴读，也该找个憨厚老实的。长此以往，当儿就知道什么叫机不可失，时不待我，就知道做人做事如履薄冰。可是那公子季处处都抢了咱们公子的风头。处处？哼，我看也未必吧。要真让他谈兵论将，他铁定会输给当儿的。母后回来了。当儿，怎么了？怎么愁眉不展啊？你这小脸蹭的什么？父王今日给我们出了题目，让我和公子季论述伐韩攻蜀的优劣。若论寻章摘句，那公子季说不定能抢个头彩。可论攻城略地，是当儿的擅长啊。话是这么说，但又不是真的带兵打仗，纸上谈兵，就连满朝文武都各说各的，孩儿怎能有十足的把握？
你去请教你王叔和甘大夫，他们定能给你指点。对啊，哎，慢点儿。我不睡，季儿，我不睡。季儿该睡觉了。是啊，公子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季儿，娘亲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啊？继儿今日提出要跟我们辩韩与蜀，说若辩不赢他今日便不睡了。我们三人说夏日莲花冬将雪，韩有韩的好处，蜀有蜀的悠长，用不着辩，他竟跟我们生气了。娘亲，继儿要跟婆婆他们辩韩与蜀，不是韩与蜀，是韩与蜀。哦，娘亲知道了。继儿是想辩秦国眼下是该攻韩还是伐蜀，对吗？这是父王留给我和荡哥哥的功课。继儿不该为难婆婆他们，若要辩，该找侧室们去辩。娘亲明日带你去四方馆，好吗？好，太好了。今日晚了，继儿该睡了。依鄙人看来，国相力主攻韩，自有他的道理。自从公孙远投奔韩国，得到韩王的赏识，他据三晋，窃周天子之名，蛊惑列国，以秦为敌，以报我大秦未能重用其之仇，报张子排己之恨。而张国相也必然是公孙衍为大敌，因此也会对三晋之地和周天子的号令耿耿于怀。可我认为，司马错将军的主张更有道理。若要强兵，必先富国；若要富国，必先扩张领土。欲行王道，必先得人心。这三者齐备，则帝王之业自然可得。鄙人看来，战事可行否，全在稳妥二字上。大王，他们都到了。拜见大王。免礼。朝会上，众臣为了攻韩还是伐蜀，已争论了多日。今日寡人请你们来，是想让你们跟着看点儿新鲜的玩意儿。王后，请稍等。今日大王考荡儿和继儿的功课，姐姐近日闲得发腻，所以邀妹妹前来，一起凑个热闹。荡儿有绝伦之力，高士之志，继儿只能以勤补拙。大王虽器重荡儿，但荡儿也还需亲兄弟帮衬。王后，八子，请。列国兴霸，我秦国若能挟休于之战的余威攻韩国，韩国必没有余力和我们作对，占三川天险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世人都可以看出此举措有利于秦国的百年大计。父王，休于之战，秦国自己损失了数万将士，因为打仗，秦国错过了农时，去年、今年的收成都不好，如何支撑来年的战事？所以才要打大仗，才要攻韩啊！这2年的收成，反正是注定损失了，就只能从战争中获得。与韩国交战，占领城池和土地，就能获得收成。若是能够挟持周天子，还能令各国上贡。万一败了，或者僵持不下，那秦国就没有退路了。我大秦威武之师，怎么可能败呢？僵持也不可能，定是一战而胜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谁能保证每仗必胜？那攻韩没有必胜把握，伐蜀就一定能赢吗？这么说，荡哥哥其实认为攻韩、伐蜀都可以，能打赢谁就打谁。那是自然。哎，不对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父王。
这么说，咱们公子和嬴稷变成了平手？谁知道是不是平手？你问母后和珍珠吧。那是咱们公子谦虚，变成平手，还不是为了给那嬴稷留点面子？这韩蜀之争，朝廷重臣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变成平手就已经很好了。甘大夫说，公韩伐蜀难说对错，让你跟随张仪的说法，是因为张仪善变，又有大王的赏识，一定没错。可你怎么说着说着就跟着嬴稷的说法走了？既然各有千秋，难说对错，那跟谁走还不一样？那你自己可有见地？我有什么见地？你们要我怎样我就怎样。好了好了，你也累了，去歇歇吧。这事还没有完，父王要我们过2日去四方馆。四方馆？那地方平日可是乱得很，大王怎会让你去那儿？四方馆近日开了新的赌局，侧室们都在下注，赌的是父王到底是公韩还是公蜀。父王要荡儿和公子季也去下注。大王大概是想试一试公子的运气。大王此举必有深意。不就是个竹签吗？荡儿，那小小竹签，你可千万不要轻易投出去。早投晚投，反正都要投出去。万万不可。那怎么办？我不能总在手里攥着吧？我寻思，朝堂上反对公蜀的人多，侧室们应该也是如此。最周全的办法只有一个，你先在边上细细看看别人投的是哪种签，跟着大多数人投，该是赢率高一些。孩儿知道了。大王，八字来了。大王，时下阳光灿烂，你的脸却是阴雨绵绵。坐。大王，芈月有一事不明。何事？大王，先让荡儿和继儿对公韩还是伐蜀各抒己见，眼下又要让他们2个人去四方馆投注，这是为何？你向来百灵百力，你说是何意？大王，是想让荡儿和继儿相争吗？寡人是想看看自己孩儿的才干和天分。韩蜀之争本来是朝堂之争，可眼下这样，恐怕会弄成荡儿和继儿之争，这会引起别人的怀疑，甚至是猜忌。谁会猜忌？都下去吧。说吧，谁会猜忌？我怕会引起王后的猜忌。荡儿和继儿都是寡人的孩儿，就算他们相争，又有何不妥？况且，王后也不至于心胸如此狭窄吧？大王，荡儿是嫡公子，大王和王后都指望有一日立他为储君，继承秦国大业。是又如何？大争之势，互争熊长，犹存劣败。无论别人怎么争，都不要拿继儿去相争。再好的刀，也是磨出来的。大王，可我不想让继儿当刀，只想他做磨刀石。芈月，寡人宠你，但你也该知分寸。求大王放继儿一马。继儿不单只是你的孩儿，也是寡人的血脉。大王，你回去吧。以后吴宣，成明殿就不要来了。娘亲，你在想什么呢？
娘亲在想继儿，在想继儿的什么？在想继儿的将来，想继儿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继儿知道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像娘亲一样的人。继儿为何不说要成为父王那样的人？你父王可是大英雄。先做像娘亲一样的好人，再做像父王那样的大英雄。继儿说的对，首先我们要成为一个好人，将来才会成为一个大英雄。明日继儿要和荡哥哥一起去四方馆下注，娘亲有什么要嘱咐继儿的？无论别人怎样，继儿只要用自己的心去下注，就不会错。继儿知道了。在下赞同张相手下蜀道崎岖艰难，攻占巴蜀，兴师动众，得不偿失。在下主张公函，这公函可以走3步棋，一会儿再聊。愿闻其详。这第一步就是亲善卫哟，雍公子，张相今日好清闲呐！当清闲实则清闲啊！张相心系公函大事，到这四方馆来，难道也是来下注的？我是来看别人下注的。何人下注能让张相如此挂心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张相觉得大王究竟何时才能决断公函还是法属？快了，快了！你如何算得快？我蜀地偏远，劳师乏众，不足以成威名。我会掐算。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。我要等的人来了。法属离成功之业太远，不宜适用。来，公函，法属自取其辱，公函得不偿失。远交近攻，乃用兵之道。公函必定要成为我大秦国策，当然是要公函了。挟持天子，乃是犯天下之大不为也。二位公子，等一会儿啊。就秦国而言，眼下并不具备号令诸侯的实力，是不是？法属，哼，3家分晋，田氏代齐，天下早已经礼崩乐坏，周天子还算个屁！公子，拿着。人皆知公函之力，这是你们投注的竹签。且听我说，二位公子不必太拘束啊，可以四处走走看看。只要在四方馆天黑关闭前，你们进行投注便可，好吗？韩魏2国为何不先下手为强呢？就是因为实力不够，反而还会引起众怒，成为公敌，是不是？是。法属就那么容易吗？茶国、八国都是想借助秦国的力量而自保，简直一派胡言！有举国和八国引路，法属就是顺势而为，应势而动，所以必须得法属。公函，言之有理。法属，是公函还是法属？这要权衡两者之间的利弊。一定要法属。孙子自取其辱，说算胜，少算不胜。在下看张相急言公函。公函的有多少个了？公函的有13个。法属的呢？法属的只有5人。那么，如何才能在公子季12字上都得到更多的好处？老伯，既为大秦谋得实力。你认识老伯吗？当然认识。好记性啊！老伯是你娘亲的挚友。公子等一下。你看看。主张法属，实质也是从3处着想，来阐述如何成就密斗。公子喜欢吗？那咱们来找个地儿吃去。好。走，慢点，慢点。久战民贫，尚不具备即刻一统天下。哎，手伸出来。增强国力，这2者
看这里是不是很热闹？伐鼠，一定要伐鼠！它们好有趣，像树上的鸟，每日从天明吵到天黑，下一日再来接着吵。这里的人就像流水一样，得志了就出去做事，不得志了就留在这里。你看叽叽喳喳的吵嘴。那老伯是得志的还是不得志的？那公子既然在这里遇见老伯，可见老伯是不得志的。老伯大器晚成，大器还晚成，哈哈哈哈！那老伯就借公子其言，啊，你看老伯盼得志，头发都盼白了。眼下有个机会，不过要看公子肯不肯帮老伯了。你是来投注的吧？那你想好了没有？是要攻韩还是伐蜀啊？没有。公子若是投注于攻韩，那老伯就有可能得志。哎，怎么了？这蜜豆坏了，继而不吃了。坏了？没坏啊。好啊，你是不想说了，拿蜜豆来做托词，对不对？吃了老伯的蜜豆，就不能用自己的心去下注了，不值。好，说得好，你果然是你娘亲的孩儿。吴两国一贯善变，是否愿意与秦国为友？是否能够出兵？又一个14个了。还是疑问，尤其是张相攻韩的那些诸侯国是否臣服，很难说呀。你们两人今日到四方馆投注，都投了哪一边？儿臣投的是攻韩。为何是攻韩？儿臣在四方馆看到侧士们大多主张攻韩，而前往投注的人也多将竹签投进攻韩的箱子里，这说明人心所归，为道与义。继而呢？儿臣投的是伐蜀。为何投伐蜀？因为儿臣看到有太多的侧士们主张攻韩，而大多数的竹签也投进攻韩的箱子里，所以你要反其道而行。父王不明白。继而看过父王与娘亲下棋，娘亲总说人人皆知的棋路，你的敌手也一定知道。继而的意思是，打仗要攻其不备，出其不意。如果人人皆知的路数，反而做不得，因为你的行为都在别人的算计之中了，对吗？你过来。你刚才说的那些话，是谁人教你的？无人教我。不是你娘亲让你这么说的吗？不是，娘亲说让我用自己的心去下注。